万难归，无家可归。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有路无厝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无家可归、流离失所，指流浪汉或皆有这些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住，一天到晚皆在外面游荡，居无定所的情况。比喻无家可归。用例：伊少年的时想过毁类，厝内一寡财产，互伊败了了，致使即马有路无厝。他年少时太过于放荡，家里一些财产被他花光光，导致现在流离失所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